大家好吼，今仔日是8月11吼，咱142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咱今仔真欢喜，咱有邀请到何蔡欣博士吼，伊是咱的观众嘛是听众啊吼，伊来参加咱的节目，结果我感觉伊的名真特别吼，我毋知影，因为何甲蔡拢是姓吼，伊毋知有特别的。意思来和即个名无，顶会使叫伊简单介绍吼。结果我感觉伊的名真特别，堪伊开讲，较知影讲吼，伊是一个少年的学者吼，伊是2017年较来加拿大 University of Alberta，就是住伫 Edmonton，遐搭就是近 Rocky Mountain 的所在吼，伊伫遐读博士，伫遐真顺利摕到博士学位。2021年，伊找到头路伫哈利法斯，哈利法斯就是伫加拿大搁较东边 Nova Scotia， 所以伊大个城市吼，拢是风景足水足水个所在吼。我即马伊虽然讲伊个专业是机械，伊嘛是做机械相关的头路，但是呢，伊即边要来甲咱讲一个搁较趣味的题目，就是甲饲鸡有关系吼。我即马就甲时间。交互蔡欣吼，请你家己搁补充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多谢。好，感谢小阮。大家好，我叫何蔡欣。就像小阮拄仔讲的，我玻璃人。即马，我先甲我的迄 PowerPoint 分享起来，阮就开始讲。我是安怎？就会哪讲？好，安尼先大家稍等我一下。好，安尼有看到无？有看到。好，好，大家好，我叫何蔡欣，我玻璃人。上开始呢，先要甲大家做一个抱歉，就是讲我今仔日要讲的题目，虽然讲叫低成本的饲鸡方式，但是迄阵啊。小阮，你甲我催，我凊彩找一个题目，就等互伊啊。但是你做 PowerPoint 时，哪想讲，阮爸咧饲鸡，这成本嘛无讲偌低，虽然讲伊尽量啦。所以讲，这题目毋是讲足适合的。但是就是主要就是要来讲，我无饲鸡，但是我爸爸妈妈经营伫埔里经营一个家庭。我是大汉，我是厝内底大汉的。对，阮爸爸妈妈饲鸡甲卖鸡，加咧嘛，至少嘛有20年。想要甲因的故事分享互大家知。其实我感觉阮爸爸是算足早期的有机的鸡农。伊咧饲鸡的过程，伊感觉伊足奋斗的。但是我感觉伊的我眼内我以前看起来感觉足辛苦的，但是即摆看起来，我感觉足好耍的。所以希望会使用一个希望会使分享互大家，嘛大家嘛会感觉趣味。好，先就像小阮拄仔讲的，其实我是2016年年底来到加拿大，迄时就先来到 Edmonton， 先来准备讲熟悉一下环境。我伫2017年就正式伫 University of Alberta 读博士班。我伫即个蔡佩君 Amy 的门下，伊嘛是台湾人。大家若有熟悉的人想要读博士，对于迄流体大学有兴趣的，嘛对想要去对 Rocky Mountain 有兴趣的，会使甲 Amy 联络。非常的严格，但是伊的训练足顶真的，伊嘛足照顾学生的，做的题目嘛足好耍的。大家会使去伊个网站内底看卖，若有兴趣的人，若有熟悉人有兴趣啦。好，我伫2016年的时阵毕业，我即马就足拄好的伫 Halifax 找到一个头路，叫做Atlantic Microscience。伊是一个医疗
机械的新创公司吼，阮的头家是Dalhousie University 的教授。本来想要讲这啦，但是因为这内底具甲生物甲生化相关的专业知识哦，我完全是袂使，所以我想讲，等我更较了解了后，佫准备较充足的，有机会再来甲大家分享。简单讲一下，阮咧做啥？阮其实是咧做一个验血机械。主要的方式就是讲，阮用滴一滴血，甲滴放入去阮即个机械内底。因用一个光学的方式，甲配合咱人工智慧的技术，就会使算讲其实是咧做讲CBC 甲 WBC， 就是全血球的技术甲白血球的技术。一个上主要的功能的，阮的产品就是讲，因会使认出无共款的白血球。除了讲会使算讲你有偌济红血球啊，偌济血小板无共款的白血球，甲一寡可能较好认的两倍，拢会使甲分析出来。这是阮的一个特色了。我主要的工课咧，就是想办法甲商品化。这是一个足长嘛，是诚困难的路。阮搁咧行。后摆若有机会再详细甲大家讲。好，搁讲转来讲咱这题目。除了是讲要甲阮爸爸的工课做的物件分享互大家，主要有几项啦，就是讲饲鸡这件代志对我来讲真有意义，因为自细汉若无饲鸡，阮爸爸妈妈应该是无通甲阮请遐大汉，所以讲真侪回忆，好诶歹诶拢伫这项物件内底。佫有就是讲，我感觉做农对囡仔诶，莫讲囡仔，对我诶即个人格这培养有诚大诶帮助，因为做农人讲靠天食饭嘛，所以讲咱天公伯啊会出一寡，会甲咱莫讲耍笑，莫讲安怎，咱讲甲咱人啦，就是出一寡难题甲咱考验。所以讲除了讲爱去甲解决以外，去安怎去面对这件代志，其实是足重要。对我来讲，我感觉足重要。所以讲伫即个过程当中学了袂歹，嘛正做我即个人。过来就是即个题目，其实我感觉真趣味啦。拄仔嘛有甲秀文甲梁光兄小有讲过，就是讲虽然以前细汉的时阵咧做，感觉妈做即道够忝的，钱到然后鸡仔。鸡仔顾遐鸡仔，就拢去别个，啥拢袂使去。暑假拢我等下出去斗卖鸡、斗开鸡。但是即摆想起来吼，做即行饲这鸡仔，伊其实内底有足侪技巧，足侪爱思考、爱小心的所在。阮以前拢以前无看到嘛，看袂到。即摆倒转来看，感觉讲其实是个足爱开时间，嘛足专业的一项代志。希望我会使甲讲甲足好耍。上尾就是甲阮家场阮爸家场拍广告，伊叫何文杰啊，叫文杰土鸡肠。好，安尼我就开始。一开始先来甲大家讲这鸡仔是安怎来的？咱台湾的鸡种真复杂，因为咱是海岛，咱是移民岛，所以讲到底是上早咱的上顺的鸡种，台湾是毋是上顺的鸡种？这件代志已经是完全无法度去查清楚，因为也是讲非常困难。目前知影就是讲，有可能就是咱的祖先，就是历史时代进前遐探险者。因对南亚渡船来甲找着台湾的时阵，因伫船顶因甲鸡卵，因甲因本土的鸡卵钱入面的船内底，大家若看迄迪士尼的迄艋舺叫莫安娜，因就钱一只鸡甲对出海。以前的人应该是钱鸡卵，因为生卵，鸡卵较有价值。
所以就甲因遐的家长带来到台湾，甲当地嘛有可能有当地的家长，也是讲以前较原始的鸟仔种南种了后，变做即摆看，即摆因所讲的南亚的家长。过来就是第300-400年，可能自400年前开始，中国汉人的移民，为中国东南方的汉人的移民，伊带来的华人的家长。所以讲，即摆其实咱台湾的主要的基本的本土家长，就是华人家甲南亚家的南种。就是15世纪以后，欧洲遐航海家遐的迄探险者，因其实因嘛会扎鸡啊，对因世界行，因嘛有带来一开始的欧洲的较因本土的家长，过来就是咱国民党入来了后，就是50年代、60年代，对因为要发展肉鸡的产业，所以讲因就是有去引进讲为美国啊、为欧洲啊、为澳洲、为纽西兰引进迄肉鸡的系统，来甲咱人。另外一项就是日本时期的时阵，因嘛有载因的鸡来，因就是三合种，因讲的名古屋种，但是我无找着图，我嘛毋知影啥款，但是就是有即种的历史，所以讲咱台湾的家长，品种真侪，嘛真混乱，无一个其实要讲土家，其实无一个真应该讲真正式嘛，是真准确的定义讲，什么叫做台湾的土家，其实就是因为这一项，好，即马讲到讲咱台湾较接近、较看到的肉鸡的品种，土鸡是其中一项，但是上主要就是白肉鸡。白肉鸡是国民党来了后，伊为美国引进的。一般咱所讲的土鸡吼，就是其实是商用土鸡，伊就是比咱原始咱所想讲的土鸡佫较大只，佫较够做肉，但是伊毛草较水，嘛较适合咱台湾人的食物件的习惯。第三种就是我拄仔讲的迄种原的土鸡，伊就是伊就是对遐咱所有以前经过咱台湾、去过咱台湾的遐探险者，也是遐移民，对因迄阵来了后，甲咱以前本土的个南种的结果，伊就是伊就较细只，但是伊毛草足水的，伊的品种就爱看你伫代，伊无共所在有无共款的品种，就像敢若南投埔里为伊做一个咧，阮无共款的家场，还是讲无共粒的山头，家种就无啥共。过来就是其他的特色的家种，包括讲两家嘛是真大宗，佫有小拍鸡啊，灰鸡，还是讲乌骨鸡啊，即种，我等下嘛拢会小可讲着。肉鸡，白肉鸡，真是咱台湾上，莫讲台湾甲北美上主要的鸡肉。以台湾为例，伊的市占率超过1半。咱台湾人足够食鸡的，一年差不多爱杀2亿只白肉鸡。伊这市场真大。伊主要的种源是为我所查到的是，迄阵要移前的是移前进前要对，因为要提倡要提高农业的产率，所以讲因美国、英国来的小拍鸡啊，甲美国因本土的肉鸡做一个杂交，揽出来的真稳定的品种。因甲战后60年代的时阵，伊即个鸡仔伊伫8周内就会使杀啦，就伊的体重就会使大到2公斤，非常的大只。目前台湾较直接用的品种呢，伊伫35天，就是差不多伫4周内都会使杀啊。所以讲，伊这足够大的，足够食的。伊的好处就是讲，伊真好看。
我讲所讲的真好看，毋是讲伊有毛的时阵，伊有毛拢白白，规只白白无啥好看。但是伊太刷了，因为伊肉白，啊伊毛嘛是白，所以讲你袂看袂像迄一般土鸡啊太刷太完了，迄拢有一寡迄幼毛啊，你看有看起来歹歹。伊太刷太了的迄种体型，较外表较美观，大家一开始的人会介意。但是伊嘛有歹处啦，就是伊过来就是讲伊因为伊饲的酒素底，过来伊配种，因为伊药种的关系，所以讲伊肉较硬。歹处就是讲，因为伊咧药种的过程中，伊咧药种的目的就是讲要互，干那要互大足紧的，尽量做吧，尽量安怎大安怎好。所以讲，伊对环境的抵抗力较差，伊嘛有一寡先天的劣势，就是讲，因为伊肉生了足紧的，但是伊的骨架对袂着，所以讲伊就较无耐徛，嘛袂安尼咕咕撞。伊过来就是讲，伊对伊的心脏，因为鸡仔遮大只，伊像肉鸡2公斤的心脏细细粒仔尔，可能就是两个镜头仔较长安尼，上济就是遮大粒，所以讲伊本身的身体对伊的心脏就压力足大的，所以讲伊的饲的环境呢，都爱足严格控制，因为足够着病，嘛爱看甲算讲伊的咩来讲，对边仔的迄种外在对家庭的影响，爱尽量降低，像讲袂使有炮声，袂使有迄什物还是讲车按喇2、4、8冲过即种的情形，伊拢会惊着，若惊着，因就可能就会向向带起来死亡。过来一个，过来一个是欠点，咱台湾人较嫌的，就是讲伊肉无耐煮咯。但是这袂使怪伊，因为咱台湾人爱进步，伊这外国来的，因这就是敢若厝轻轻真正来食安尼。过来就是咱的商用土鸡，吼，咱台湾的其实就是上开始拢叫做风仔鸡啦。即马因为时代变化，即马就叫伊土鸡。主要有2种，一种的是乌毛的，一种是红毛的，红羽的甲乌羽的。伊是台湾第2大宗的肉用土鸡，一年啊共要11只，1亿只，超过1亿只。伊这主要就是会有即种的品种，主要就是讲，因为要适应讲咱台湾食鸡肉的习惯，因为拄啊像讲拄啊白肉鸡肉无耐煮啊，袂堪啉，所以讲伊就是甲咱台湾农委会也是讲一寡家庭吼，因就是找外口的鸡种，嘛毋是甲鸡肉鸡配哦，伊就是我查到的是伊甲法国、甲澳洲、甲纽西兰的一寡鸡种揽出来。因为这风仔鸡的鸡种，咱即马商用土鸡的鸡种，甲纯种甲咱台湾迄种原土鸡共款，情形共款，无共款的鸡场，因找的迄鸡种源拢无啥共。所以讲看起来差不多，拢红毛会使分作红毛甲白毛，乌毛的，但是因的品种的血源哦，其实真复杂。我无认真甲找啦，但是就是伊有即种的情形伊上大的好处呢，伊上大的特色就是讲伊足水的，伊就是毛草真水。过来就是呢，伊的鸡龟啊，伊鸡龟真明显。照中央大学陈百峰教授讲过吼，咱台湾的鸡可能伫鸡龟甲鸡骨仔内底是全世界上大的。咱饲出来的鸡，我一开这件鸡龟我毋知，但是鸡骨仔这件代志我真有感受，就是一开始阮伫菜车一开始伫菜车卖鸡的时阵啊，阮爸佫无啥。一开始无啥会晓饲，鸡仔饲无啥会水
有诶就看起来就无水啊，三条细只，还是讲经袂甲中昼，人要经煞啊，迄乌仔桑还是阿姨来较晚来，看到迄鸡仔拢无啥介意，面拢敢若欠伊钱。啊，但是呢，鸡仔破开，骨仔认出来，阮也无甲认破诶，认出来有骨仔足大粒，迄甲咱狗仔手平大，两粒加起来，啊，伊就足欢喜，迄就足满意诶。讲我卖伊嘛袂使，即有即种诶记忆。啊，过来就是继续讲，啊，过来就是，即种鸡仔伊较认命，因为伊有染着迄咱土鸡诶品种，所以讲伊适合初饲，你会使放咧四界走，伊嘛无啥会破病。啊因为因足爱服从诶，活动力足好，所以讲因诶肉较结实，尤其是鸡腿。咱台湾人爱食鸡腿，所以讲伫育种的方向面顶会挑工甲鸡腿饲较选迄种鸡腿较粗的鸡种。啊，所以讲因或者鸡仔足够走嘛，足够跳，你若甲放出来的话，啊，上第三种就是种源土鸡。种源土鸡，伊就看是看你去台找吼，找种源土鸡这件代志，无啥人咧做，因为主要是歹找啦。因为咱台湾虽然讲细啊，但是迄规个岛基本上拢是山，啊，你要去找无共款的所在，一个山头过一个山头，嘛毋是讲足方便。虽然讲有道啦，但是迄要做起来嘛是有小可有困难。目前所在我知就是中兴大学伊有一个种源所，伊有咧收集讲台湾的种源的土鸡，像讲在花莲土鸡、德基啊，敢若伫苗栗还是伫台，啊，佫有金门土鸡，线上敢若伫南部伫嘉义迄款。即种的咱这种源的土鸡，伊的上大的特色就是讲，因足水，因比咱的红毛仔甲上洋土鸡佫较水，因为伊保留真侪原始的鸡种的一寡特色。过来另外一种就是讲伊的念收是对咱人类好，就是讲你甲饲咧吼，伊知影讲遮有通食，伊知影讲遮有通困，伊早时会死去哭状，暗时日头一落山，伊就会走倒来。所以讲你袂惊，袂惊胖进去啊！过来就是讲，因为伊长期伫台湾即个海岛大，所以讲伊真适合台湾的环境。会破病无毋对，但是真认命。伊就是生了较歹，也是讲头肿、目睭肿啊，看起来香香，但是佫嘛是会活咧。啊，上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讲伊的肉质真好。无论大细只，无论饲了偌久哦。以前阮上早就是饲即种的，即较活纯种的即种种源土鸡，细只尔，饲一年嘛饲袂大只。但是不管你饲偌久哦，有当阮无饲超过2年啊，但是一开始有迄种饲1年的鸡，迄肉嘛是佫正，肉嘛是佫，我是一直拢补落，但是阿公阿嬷嘛是会补哩。所以讲，伊的肉的品质真好，啊，伊的迄油脂的比例嘛低，所以讲，有即种大家爱的即种特色，所以讲，才会发展出咱商业的土鸡即种的产业。啊，伊的弱势嘛是真明显啦，所以讲，较少人饲。以前啦，像我的时阵，基本上饲即种种源、饲即种小型土鸡的人，真少，就是家己散户饲趣味，也是讲饲要家己食的，要甲商业化，基本上是无可能，因为伊还饲足久的。我后壁小可会讲到伊的生长的周期，要饲甲讲会看哩，还是讲卖了会趁钱的即种重量，可能爱饲爱超过30周以上，啊，这其实这成本就伤悬了。啊，伊会安尼会饲较长的原因，是因为伊对伊饲料的效率真低，
伊食1公斤的饲料，要换无300克的吧，所以讲伊这鸡仔食到尾就是讲因，因为因近亲，因为因拢因即种的鸡吼，就是敢若饲，拢敢若饲伫一区一区的饲嘛，就是讲阮若住伫山区，阮就阮即个庄仔，阮就大家做伙饲，所以讲因近亲的烧烂真严重，这嘛因为即个关系，伊嘛影响着讲因生袂大只，嘛无够生人，所以讲伊就对一般对咱上校生考量来讲，就是你要卖济卖大，甲做两家就拢无可能啊。因为遮个关系啊，所以讲到咱即马渐渐嘛有人咧，因为注重品质、注重肉质的即种情形之下，渐渐嘛有人佫转来饲即种种原鸡。咱的迄农委会，咱台湾农委会嘛有推出因家己配种，小可较大只但是小可尔伊的迄品种较稳定，较袂大细只较袂差价济，伊卖出来迄单价就会较悬这就看啦吼，是毋是弱势？这就看要你安怎做生意。好第上尾一项就是特色鸡，特色鸡种内底就一般就像两鸡、小拍鸡啊，其实伫庄骹甲火鸡，小拍鸡甲火鸡伫庄骹其实真嘛真有市场啦，因为爱拜拜。小拍鸡一般来讲就是小拍鸡卵，因为伊迄虽然讲大只但是伊肉足粗的，鸡脚肉足粗的，所以讲大家爱食鸡卵。无就是做盐鸡。咱台湾我直接无讲，因为阮兜无饲，但是以我所知，就是咱台湾盐鸡技术足好的，因为盐鸡就是甲迄鸡仔囝骨哩拄仔孵出来无偌久，敢若2周3周以内都爱去势，都爱甲迄骨仔摕掉。咱台湾功夫足好的，顾嘛足够顾的，所以讲迄育成率足悬的。嘿，饲出来盐鸡的品质嘛袂歹。咱台湾是足够饲盐鸡，但是因为饲盐鸡迄技术的迄坎伤悬吼，你爱家己摕回来，阮就无去饲火鸡嘛是火鸡毋是，火鸡就是因为伤大只，基本上伤大只。我对火鸡无啥物印象，我敢我上大印象就是足歹的。阮爸以前有饲过2只，就只甲毋是足人，就是足别只鸡足大只足歹，感觉家己足厚，感觉叫人杀掉。乌骨鸡是一个足趣味的鸡种哦，我毋知有在座有专家知影讲是安怎台湾人爱食乌骨鸡，感觉乌骨鸡补。阮爸爸嘛有即种情形，有当时吼，像讲阮兜进一水鸡入来，可能1000只鸡仔内底有1-2只是纯乌骨鸡，阮爸就会专工甲掠出来另外饲，不爱卖。我有感觉伊的肉较幼啦，但是是毋是有较营养，我都毋知啦。若有知的，还是讲这方面的专家，会使等下会使甲大家分享。好，即摆来讲，就开始要来饲鸡仔。先讲鸡仔囝要怎来？阮一开始吼是家己捡卵，家己摕去烘焙。捡卵是一个捡卵是一件真趣味的，莫讲真趣味的，真挑战性的代志。一开始阮一开始有要互，因为要捡卵，我有订迄互迄鸡仔囝，互鸡卵困生卵的迄种壳仔，嘛是壳仔，鸡仔因就会使困入面，因就会使伫面顶伫面顶生卵。迄大部分的鸡卵应该讲7成左右的鸡卵，因拢乖乖伫面顶生卵，互阮捡。但是就是有鸡卵，因较搞怪，是讲较神经质，因会毋知米去带生卵。迄阮一开始饲鸡，毋知影讲鸡仔较够味，就捡迄看有诶，现看有诶，就发生即件代志，就是过无偌久了，鸡卵咕咕掉带迄鸡仔囝四界行，还是捡鸡仔肉。
迄就是迄就是无扣着的，互补出来。这这补能一方面就是爱扣较麻烦，过来就是讲，因为这以前就是你要有稳定的鸡肉，你爱有其实迄品种爱有够稳定。若讲家己补甲家己扣家己补的话，迄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因为就是近亲嘛，伊的品种就愈来愈无稳定，鸡仔就愈来愈敖死，我讲鸡仔囝。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讲，伊就会大细只，就愈来愈明显有大只的，嘛有细只甲袂看的。过来第三个歹处就是讲，鸡角甲公母你就无通控制。阮到尾发现讲，有一个一定的比例，鸡角鸡卵饲做伙有一定的比例，伊的育成率是上悬的。鸡角袂使伤济，足够相拍。所以讲，阮就无，阮爸饲一年嘛，真有毅力，饲一年我讲袂使，爱去种鸡场摕鸡。去种鸡场摕鸡就无进前所讲的遐品种上，因为因家己的育种嘛，有家己的找讲稳定的鸡种，数量你嘛会使讲。但是歹处的尤其是鸡甲鸡公母，你就会使，你嘛会使指定。阮兜是算足细场的，一水上济就1000只。对因这种鸡场来讲，阮基本上就是敢若散户的，所以讲，因阮无通完全指定讲公母是偌济，但是因大概一个比例上是差不多讲卵6成角4成，差不多因会使确定安尼。伊的规个的歹处就是讲，伊这介绍，完全就是受到市场的影响。有当时尤其是鸡卵，有当时一只起价足贵的，有当时会起价50块台票，迄落饲着趁钱啊。过来就是讲，因为这是因为阮是散户啦，阮毋是大客户，所以讲阮就只好替人拣村的，还是讲因就付互人，村的拿做伙拿做1000只互阮。所以讲迄品种，阮摕到的鸡的品种足无共的，毋是完全1000只拢是共种的，有拢会有人，可能就是啥物一半乌毛，3分之乌毛，3分之红毛，另外3分之就是毋知啥，啥物黄金鸡啊、珍珠鸡啊，迄珍珠鸡足可怜的，迄甲因遐迄红羽的甲乌羽的迄大鸡甲饲做伙，迄人无甲掠出来，一只仔拢了伊啊。毋知讲我拢叫做土鸡菜骨，大概种新鸡仔囝，阮爸拢足紧张的，因为毋知饲着啥物鸡，这嘛造成阮诚大的问题啦。但是就是诚侪鸡拢饲过，拢看过，啥物公鸡拢看过，嘛其实想起来嘛袂歹算。上第三种方式就是掠人食好，掠人刣好的当来经，这就较简单啦，因为这种生理就是。因就是先人迄大场，还是讲小中场的先去摕去饲，饲到你会使指定周数，讲饲到第8周，第8周了后，恁就看一只偌济钱，甲因算，就去因迄鸡场掠。迄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公母会使家己拣，大细只水歹嘛会使家己种，嘛会使家己拣。但是迄市场就是迄介绍就是看你安怎甲人讲。歹处就是讲，嘛毋是讲歹处啦，就是讲无通控制，就是伊进前饲啥，伊进前甲你注啥物药啊，还是讲伊进前有拍啥物疫苗无？你完全袂使甲伊，就是迄拢伊决定，毋是无在我的控制之下。这因为即件代志，所以讲阮爸爸到尾仔就决定讲家己去种鸡场，为鸡仔囝开始饲。安尼，迄早甲客户讲会过，早较对伊去客户
鸡仔囝讲煞，即摆来讲来问一个，就开始饲鸡啊。饲鸡进前呢，有一个真重要的问题，就是讲，什么款的鸡吧，这嘛是阮爸爸开决定要饲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讲，伊想要饲出好食的鸡吧，因为感觉白肉鸡足歹食。什么款的鸡吧好食？我嘛要甲大家问一下，是是袂有臭痕的好鸡肉，还是讲迄食起来肉爱食起来有肉甜，还是大家对佢有口感？这三项，咱等下会使来讨论一下，什么款的鸡肉好食？还是三项拢最重要？阮一开始阮爸是安尼去想啦，但是到尾去菜市开始卖鸡了，我讲顾第四项，第四项嘛真重要，就是讲迄心情拢爱足饱的，无阿姨无迄欧巴桑无爱买，伊心情因为安怎，咱台湾人爱拜拜，我尾嘛讲着，就是讲咱伫菜市做生意拢会爱对年节拜拜是大节。不管拜啥，只要有拜拜，就是好日子。但是你拜拜要拜有神明的，迄好食歹食不一定，但是办事一定要够好。所以讲庆幸最重要。变做讲饲鸡变做，所以讲饲鸡这个工程目标，这个目标变做讲你变哪好鸡啊饲甲好看，佫会好食。变做讲上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讲，即只鸡仔有健康。健康到尾仔嘛会发现，阮发现嘛会继续加，继续加即个定义，也是讲加即个范围继续加延伸，甲讲除了鸡仔的健康以外，咱食的消费者是毋是食了嘛会健康，食了会放心？因为即两个加起来，才会变做真正的好食。所以讲。要饲出好食佮健康的鸡仔，咱首先就是要看鸡仔食啥。鸡仔，毋知大家以前饲过鸡无？咱一开始我上自阮爸还未开始饲鸡之前，阮阿嬷会饲鸡过饲鸭过饲无？因安怎饲呢？因就是咱用土做伙嘛，饲喷，就菜就迄菜。煮剩的，还是讲什么物件臭生去的，放到生菇的，拢淡互因食，因嘛是会食。过来就是春饭菜尾，咱食剩的，还是讲冰冰的，我食的，拢会同嘛倒食，因嘛是会食，因为杂食性的。无就是甲放伫外口，因嘛是会活，像讲土鸡啊啦，那白肉鸡放伫外口应该会病死。迄家己会找食，家己会去找虫，去食草食土。即种好处就是，伊有一段时间，大家感觉安尼饲鸡是上天然、上自然。因为伊的饲料来源就是咱人食啥，伊嘛食啥，咱食了无代志，因食了应该嘛真健康嘛。过来就是以前农业社会，安尼食安尼饲，较袂无采物件，物件较袂拍算去。反正，咱食袂了，互鸡仔食，鸡仔饲大了让咱食，变做一个真好的循环。过来对鸡仔的好处就是讲，因为就是散饲嘛，数量少，在对鸡仔来讲的相对的空间嘛较济，嘛较大，所以讲因的生活压力、因的环境压力较低。其实因大了的，因其实大了袂歹，因的肉质啦，甲因这个生长的过程，其实拢，这个品质是袂歹的。除了食食以外，食食就较无确定，较无控制。除了我欠点就是，除了讲我拄仔讲的，食的物件虽然讲对咱人食，但是伊是毋是咱适合咱人类营养是毋是适合鸡仔，这都无一定。基本上是无啦，无一定适合。过来就是咱饲养的效率，伊就会就无好，其实就是无好。所以讲，若要商业化，是讲要饲较济，用这种饲法就较无较适当。咱传统的饲法就较无较适当。饲出来是
是毋是会好食？即件代志嘛是一个足大的问号。我嘛毋知。嘿，鸡仔的饲料，主要爱分四个营养，应该是讲营养分有四种吼，一种是节能的，一种是蛋白质、矿物质甲维生素，甲咱人共款，讲真诶。节能饲料呢，主要有四种，就是番麦，番麦角甲麦片、米糠。甲油脂，即种油脂内底有几若种啊？有会使用迄像讲，咱台湾有用土豆油嘛，有用番麦油。上紧嘛是上效果上好诶，应该就是牛油。像讲我就是人拉伫饲料内底，迄鸡仔就真够做油。伊这油脂的歹处就是，你若有动物性诶，伊就会迄鸡肉体就较臭。迄是一开始。即摆大家发现讲，即摆咱科技较发展哦，对这鸡仔了解会愈来愈侪。发现讲，若米糠甲番麦角若饲了够侪，饲了若有够足的话，鸡仔嘛会做油。所以讲嘛，其实讲嘛袂使饲伤济。你若要讲追求健康，还是讲要追求讲肉量啊足的话，伊这比例其实爱小可控制。这是一点。过来就是蛋白质，蛋白质的种类吼，就是像豆粕、土豆粕，甲也是番麦粕。咱台湾土豆粕甲番麦粕的量爱看，量较少，爱看所在，基本上拢是豆粕。若有去做豆腐啊，像阮以前拢会去阮埔里的做豆腐的迄工厂，去共拖豆粕转来，足重的，佫小可臭，佫小可酸酸的酸味啊，佫会滴。哦，大概我即摆佫有印象，以前甲阮母后去拖迄，我足无爱想无爱去的，但是佫爱去。第二项豆粕，也是讲即个食物粕以外呢，都也是鱼粉甲肉粉，也是羽毛粉。鱼粉肉粉这是上直看的，因为伊上简单，因为咱就甲一寡商业用的肉，去里巴死甲切落来，牵做打芳芳的，就会使食。伊这欠点，其实伊效率真好啦吼。伊这咱鸡仔是其实是杂食性的，所以讲伊对动物性的蛋白质反应足好的。伊嘛食到做肉嘛食到细，但是歹处就是讲伊个肉就会较臭臭。这就要看你饲的甲尾仔的客户的方向是伫倒来做选择。第三项较趣味就是甲某，有人会规个饲甲某，这阮爸爸有饲过。甲某其实对鸡仔的消化袂歹，因为鸡仔真好消化，伊对伊的蛋白质的迄转换的比例速度嘛真紧，但是伊较贵。所以讲，阮就无去用啊。一般的公司的配合料内底有几个时期，就是讲当你做肉成长期的饲料内底，伊会放甲某做一个配合。第四项就是种子，各种的种子，像一个菜籽吼，还是讲我查到伊就是讲什么亚麻籽啊吼，还是讲为遐菜籽会冷出来粉。伊这嘛是有真好的蛋白质，嘛是对鸡仔嘛是真好的蛋白质的来源。过来就是矿物质，矿物质就是有骨粉啊吼，还是讲石灰粉甲盐。骨粉食骨粉是上简单嘛是上效的，因为鸡仔有三项物件是对鸡仔来讲最重要。第一项是钙质，第二项是磷质，过来就是盐。钙质对鸡卵来讲尤其重要，因为生卵，伊若生卵，伊钙质就会流失。你若补充了无够，伊迄鸡卵就伊就会较香，就会较软。若饲伫大场较香较软的鸡，其实尤其是土鸡，其实真伊迄死亡率就继续高。所以讲阮无饲鸡，阮
一般的为鸡仔囝，为鸡仔囝的饲料内底，就放一寡骨粉，互补充。但是即摆发现讲，其实嘛会使毋免放骨粉啊，放一寡迄石污，会对钙质的补充都有够。啊，可能磷质就爱用另外的迄补剂去甲补充，透伫水内底，也是讲搅伫饲料内底拢会使。啊，盐其实那盐对迄种饲伫室内可能爱另外补充，但是若是放伫外口，伊个家己会去捅石头，迄盐应该是食了有拢足够的。啊，上尾啊就是维生素，维生素我一般较就是伫大场的鸡场吼，因会用放伫泡伫水内底，也是搅伫饲料内底做补剂。阮爸爸咧饲的时阵，伊无注重这，因为伊感觉吼，逐工下昼，伊拢会去挂迄牧草互食，还是阮爸会伫迄鸡条内底拢会种果树，啊，迄果树阮种几若丛啊，无咧卖啊，阮食着着，咱就去拢甲买一寡等互鸡仔食。阮爸感觉安尼，这维生素的量都有够啊。是毋是健康的，我无确定，但是看起来伊嘛是安尼饲鸡饲30年啊，应该是小可有补充着。好，啊，要安怎安排鸡？所以讲这是基本上的成分。啊，要安怎安排，就爱看，就爱有分时期。鸡仔会使分三大期啊，吼，鸡仔囝的时，按照家种，鸡仔囝的时期无共款，有为孵沙了开始算1周，伊就开始换毛，有的到6周，像阮兜饲的，佫再长咧换。啊，这个时期，不管是以阮兜为例好，因为我无看过别间的，我是用商用的配合料。好，因为伊这是因是专门调过吼，所以讲鸡仔囝袂经食，因会去爱食。啊，对因吸收嘛较好，所以讲因会较老大。上主要的是讲，伊这个因为鸡仔囝时期是鸡仔内底上弱的时间。伊的营养，阮爸想要讲，爱平衡，爱补充了有够，所以讲阮就买公司的配合料，较补因大咧，会使有，算讲要较补迄有成率啊，袂使互死伤济。啊，主要的厂牌有讲上较大成较大条，即3间是因拢有卖素的，啊嘛有迄统一的。统一就袂错诶，就是伊诶迄，这是讲啥啊？我因为讲，因为可能囥去面顶，我讲成查起，查了无讲足好诶。但是伊这百家前期诶，就是专门互鸡仔囝食啊。啊，伊即个就是完全拢是素食诶，伊内底无放醋咧，无放肉类，无放动物性诶卵白，也是牛油。我阮敢若阮兜用即排即项饲鸡仔囝饲要10年啊，阮感觉袂歹用。即摆是毋是够用？这我无一定啊，因为听讲伊变贵啊，嘛变细包。以前有迄50公斤的，即摆剩30公斤。啊，第二过来就是为7周、6周至13周周龄的，这叫鸡豚啊。我毋知影，我鸡豚仔是对阮爸叫的，就是鸡仔要为鸡仔囝当作大鸡成鸡的时阵，伊有一个转换期，伊会开始变声，伊会开始落毛，会开始爱相拍，会甲啦。啊，即个过程，甲完全变做成鸡的时阵，阮爸甲叫做鸡豚啊。我毋知影是即个名词是毋是正确？即个时期因是上咩啊讲，咱咧当大人啊，是毋是会有够大只，是毋是会肉量有够济，完全都是靠即个时期。所以讲，我嘛是用公司的配合料啊，主要就是要甲冲伊的热量，要甲经互大，尽量经互大啦。
所以讲因这上主要过来就是体型更大了，佮伊提升伊的肉量，是毋是有足摆的轻型？就看即个时机啊。佮过了，迄就因就无一定，因咧轻型就定型，就敢若会定型啊。所以即个时机足重要，爱食，阮就嘛是用公司的配合料。过来生鸡了，生鸡就足变做大鸡了，就足明显的，鸡龟就足大只，就足大的。啊，伊毛草嘛加足水的。咱看讲，像讲咱咧看就是三色、两色、三色，其实咱若近看，鸡甲的迄毛因会反光伊个色变化，拢会小可有变化，其实真水。啊，即个时期，阮兜就伊其实是由13周开始，有当时啊，若鸡仔大较紧，就由12周开始，饲甲完全袂煞。20周、25周的即个时间，完全就是饲初饲了。包括讲玉米脆啦，吼啊麦片、酒糟就是阮爸的头，毋是头家酒，阮爸的吉酒，啊用吉酒，迄吉酒啊吉出来迄泡呢，去煮麦片，啊饲鸡，迄鸡仔就爱食，哎个芳芳啊，甲牧草，即个过程诶，主要是上重要的是要甲因的肉质，要改善因的肉质，是毋是会臭臭？肉是毋是会甜？阮的经验就是看即个时期，伊的初饲料是毋是食了有够长？玉米一定爱补了有够的原因是，恁若玉米若补了无够的话，因就会散落，因就袂做够。所以讲因袂够较大只，敢若有可能会生油。所以讲变做要饲即个时期要饲偌久，是一个算讲爱无共款的鸡，无共款的品种，无共款的水算讲倒一水，拢爱看，这是经验。一只鸡仔呢，到底要饲偌久？我拄仔讲有3个时期嘛，吼。基本上，以白肉鸡甲土鸡来分，白肉鸡大足紧的，像安尼看，因2周了，因迄鸡仔囝的时期就结束了，就开始变做成长期啊。啊，因无大鸡期啊，因为因伫台湾7周就开始刣啊，7周就迄鸡场就拢甲送去屠宰场甲刣掉啊。所以讲，因就是伫成长期。因的成长期的就刣掉，因为大足紧的嘛。但是鸡迄土鸡仔无共款，土鸡仔迄爱豆饲，因为鸡仔囝的时期是为一只是孵刷了1周到4周啦，有当时会到6周啊，以我的经验。迄育肥甲长大人的时间就搁较久。所以讲，一般来讲，台湾即马有诶迄鸡肉场吼，有诶迄你饲到土鸡诶迄大公司，因诶鸡种有通啊，伫12周就会使刣，都有够大只。但是这可能这就是因家己配出来诶品种。一般像讲阮摕到诶迄鸡种，拢是爱即种爱饲到14周，这鸡仔才有够大只。啊，若要讲甲有通啊好。饲迄纤味完全都无去，都爱饲超过16周，迄伊才会通啊好白有味。也是讲，迄有诶阿嬷，我是食袂出来。有诶阿嬷足喙足来，伊拢会食出讲，恁这鸡仔较无够水吼，饲无够久，迄肉有小可臭臭。反正你食会出来，算你敖。这就是要来讲，是安怎咱伫白肉鸡甲一般土鸡吼，土鸡甲烘仔鸡的差别。白肉鸡差不多5周、7周，应该是7周啦，这写毋对，就会使刣啊。但是传统土鸡要超过20周，烘仔鸡就会使较短，看你的品种。啊，伊的体重你看讲，像讲一般的土鸡。饲超过，其实超过16周了，因就袂大啊，因就差不多即个型。啊，屠宰路是讲是啥呢？就是讲，因为咱
鸡仔刣煞，伊是内底有骨腹内仔嘛。独裁路的就是讲腹内仔摕掉了，伊佫剩偌济重，偌体重。啊，咱其实其中差不多啦，吼，拢差不多会使伫8成。啊，白肉鸡就较少一丝丝啊，哦，伊无甲8成，因为安怎因食伤济，啊，骨力就是伊还袂大只，就去用刣啊，所以讲就刣掉啊。啊，因的迄独裁路较低，但是因为量市足大，啊，因的体重嘛加足悬，所以讲比较起来，因的效率是加足好的。啊，饲料效率要安怎看呢？饲料效率就是讲，你要互鸡仔饲大1公斤，你爱饲偌济公斤的饲料？啊，100公克，你爱饲偌济公斤的饲料？哦，就是安尼。所以讲，因这个比例，这个数字若愈低呢，伊的效率就愈好。基本上肉鸡就是2公斤就会使，差不多就会使甲处理起来。啊，成熟的指数就甲拄仔迄有关系。啊，白肉鸡无成熟指数的资料，因为因还未成熟。啊，阮什么时阵开掉呢？一开始阮爸爸选一个，阮饲到22周，阮爸感觉这22周的肉才有够甜，才有够好食。但是发现讲22周开伤侪钱啊，成本伤悬，就豆豆调整，即马就是发现讲至少要饲16周，有互鸡仔食4周以上的这粗饲料，因的肉质，伊的迄肉香才会出来，啊，迄馅味才大部分人才食无，啊，过来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讲，伊的这16周开掉的肉小可较软，较少年辈也是讲查某囡仔较喜欢。啊，若饲到20周，其实饲到20周，哪饲伊的肉就会哪定，像讲超过23周，迄就是干那会使饲来煮汤甲拜拜。上适合的其实是22周啦，20周至22周之间呢，伊的肉我家己的感觉是口感是上好的，啊嘛无听过迄菜市仔的阿姨讲，你嫌讲这肉臭臭。所以讲，这个时间是上拄好的。但是就是因为要拖，因你想讲，阮像阮兜吼，就是16周开掉，卖，其实拢会卖到25周，啊，中间迄拢爱饲料，啊，即种的伊这基本上鸡大到一个程度，你饲较济饲料，伊就是袂大，所以讲变做讲，迄就是成本。啊，要安怎平衡这成本吼？就是爱看讲卖偌紧啊吼，鸡仔有偌大只，佫饲料的价钱，尤其是即摆饲料的价钱，迄普遍了后是起一个阮爸险仔收单，啊，但是即摆是佫有小可较止落来啦，但是就是迄嘛是真辛苦。好，啊，鸡仔饲伫倒位？就是讲一般讲鸡仔环境啊，即摆讲较紧的，就是白肉鸡，因为拄我讲嘛吼，伊就干那晓食，佫无啥会叮当，所以讲伊佫交破病，所以讲就是爱用即种封闭性的、完全控制的即种鸡条，啊，伊会控伊的温度甲湿度，啊，迄饲鸡基本上拢完全自动化，人员要入味的时阵拢爱消毒，袂使就避免因破病。因这周数足短，所以讲8周7周就换一水，7周就换一水。所以讲回本速度应该是袂歹吧？毋捌试过，是看人用过。啊，过来土鸡呢？这张相片啊，这阮弟弟，这阮弟对，饲鸡。啊，因为因就会使，因为因的适应力足强的，所以讲就使放伫外口。啊，你若无甲放，伊一定爱甲放伫外口。你若无甲放伫外口，伊就会相拍。尤其是鸡仔自13周了，你就会开始看鸡仔会相搭。啊，因迄鸡仔，你若像讲你鸡仔，迄毋是讲一只搭一只安尼公平，迄毋是的，因迄是一阵拍一只，迄有够迄足惨的。
啊，若看到即种情形啊，鸡仔伫饲鸡仔，若看到即种情形，都要紧甲迄只鸡仔还是鸡卵甲掠出来，无免一工就了去啊。啊，过来就想要讲鸡仔吼，阮饲鸡仔是大家发现讲，我鸡仔甲鸡卵饲做伙，伫一般商业用的迄土鸡，因伫八州也是澳洲的时阵，因就会甲鸡仔啊鸡卵分开饲啊。因为要保全鸡卵，因为鸡仔长大，鸡仔长作成鸡了，因足歹的，因着臭鸡卵。我嘛有试过，讲吼，就甲鸡仔鸡卵分开饲，反正嘛是共款的饲料嘛。啊，鸡卵迄边呢，就是足好边的，大家拢过来就反正别安怎就负责生卵，无安怎。鸡仔迄边拍甲，迄两水，毋知鸡仔活有一半无？所以讲到尾阮爸发现讲袂使，鸡仔鸡卵饲做伙啊，营养合调，无遐鸡仔真正死一半，死超过一半。这是一个，即嘛是一个咸，迄阵啊死超，迄牛上路无超过一半的时阵，迄拢无趁钱，真正是辛苦的。啊，过来就是鸡仔会搞破病哦。足够破病，虽然讲拄好直直甲大家推销讲，咱土鸡适应力足强诶，安怎，鸡仔病足济，只讲当袂当我会感冒，啊无就是少啊有诶无会病，因为饲大场嘛。主要鸡仔诶病有3种，一种是病毒性，啊过来是微生物菌诶，过来就是寄生虫，3种拢足麻烦。我即摆我讲较紧诶，就是病毒性诶，一般就是禽流感嘛，吼，咱定定听着。禽流感对阮来讲，对大场鸡是一个灾难。啊，但是对阮来讲，阮兜足好运诶，阮兜伫埔里，去后山挡诶，所以讲有当时啊，咱台湾迄禽流感咧传诶时阵，阮兜其实拢无安怎，莫讲阮兜无安怎，南投拢一般拢是上尾啊才出代志。那南投禽流感嘛爆发的话，基本上规全台湾的鸡拢迄阵仔的鸡拢了。啊，过来就新城病，新城病全名叫做新城鸡瘟，伊是一个迄呼吸道，就是一个气管的病。啊，伊基本上伊这个病，伊会对伊若鸡仔若无死，鸡仔囝的时阵伊就会着。若鸡仔囝伊着无死，伊会对因一世人。迄鸡仔就会足歹，啊嘛袂做吧，伊嘛袂大，啊就生啊足奇怪，即伊对这商业性的伤害，所以讲爱防治。啊，过来就是华氏囊炎，我毋知这台语要安怎讲吼，伊这是一个迄免疫系统的一个病毒性的传染病，伊这若无甲治哦，伊迄自鸡仔囝入来，因为伊这是为卵传过来，因妈妈传入来。伊这病毒若无甲治，迄囝仔一水入来，开条2-3工，开倒入去鸡条内底2-3工就就死了。即个病足严重诶。啊，过来就是 Marek， 伊这是嘛是一个气管方面诶病。伊甲我袂记得伊甲新城病倒一个较像，反正呢，因为伊即两个病。烦的所在就是讲，因佫会甲别种的迄细菌性的病连做伙，啊，所以讲鸡仔伊就会袂食啦、袂大啦，啊无就是食啊就雄就死去。啊，要治这病毒性的病，上主要的、上基本，阮唯一的方式嘛，我毋是讲唯一的方式，就是讲主要的方式其实是水苗，嘿，包括讲就是，即摆若甲种鸡场摕鸡仔囝，因孵出来了，第一工因就会先注迄 Marek 甲新城诶疫苗，伊就是对来。啊，第2工诶时阵，第7工啊，第7工诶时阵，就爱注迄3合1，就是新城第2剂，啊个迄 Marek 第2剂，这一定爱注，这若无注，因为迄有生路都袂悬。啊，过来就是10工的时阵，差不多1周半，10工的时阵，都爱互食迄
迄华氏囊炎的这种疫苗，这是淋入水内底，这嘛一定爱食。嘿，过来就是14天插鸡豆，插鸡豆咧，即摆鸡豆以前是纯鸡豆，即摆鸡豆内底佫有新生病，甲马瑞疫苗，所以讲就是马瑞甲新生病爱注3届，这鸡仔卫生佫再过。这嘛是阮伫农委会甲伫农委会甲台湾的鸡仔的毋知叫啥，我袂记咧。因嘛有建议讲，因为建议足侪疫苗会使互人注，因为迄疫苗真贵啊。阮爸这是阮爸血甲目屎的经验，用即4个就会使啊。鸡仔卫生率就差不多就会使啊。过来就是鸡条爱消毒。阮是安怎用即个毒呢？是因为做阮爸的毒疮，伊用火去消毒用火去烘鸡条。你就看讲一嘴鸡袂刷了，鸡条清清的，晒吐吐的，噗噗的，扫扫的。阮爸就会拖一个迄咬水桶啊，敷伫迄鸡条烘一工，烘一载啦，莫讲烘一工，烘一载。每一个所在拢甲烘过，烘互小可臭哒安尼。无烧起来，我感觉就合理的。虽然讲这个动作真开时间，看起来就好笑的，我感觉就合理的，因为伊就是用高温消毒，甲病毒、甲粉拢甲杀，甲可能的寄生虫的虫卵拢甲杀掉。第3项就是阮咧饲的时阵保持通风甲打扫，因为这其实就甲咱人共款，恁若迄环境若淡啦，搞破病，若通风若歹就搞痛。这个阮兜的鸡仔的时阵上古锥的。过来就微生物性，有3种，有3种哦。一种上麻烦的是迄梅将军，梅将军伊是一种迄呼吸道的病，伊麻烦的所在就是伊定甲真侪病甲做伙发作，像讲三门迄大肠菌啊，甲迄沙门菌，大肠菌甲沙门菌，大肠菌甲沙门菌基本上你伫大鸡基本上是看无，一般拢伫小鸡的时阵，小鸡你若水伊的水源吼有注意，甲种鸡场你伫种鸡场的时阵若无去传染着，其实一般是拢无问题。所以上麻烦就是这种梅将军，梅将军伊会甲所有的病甲做伙发作，鸡仔就会大量快速的死亡，足恐怖的。伊若感染着梅将军，无死的，伊的面会足歹，因为伊迄会走去伊的目睭啦、鸡冠啦，还是讲阿妈菌啊，还是讲关节啊。就会整就会敢若病人安尼，迄鸡仔就袂。所以讲，阮爸受着梅将军的即种困扰几啊年，一直甲伊有疫苗出来，因嘛是爱到最近，再到最近才有梅将军疫苗。伊毋是用注的，伊是用就是放伫鸡条底吼，用喷的，喷2礼拜的款，喷2礼拜还是3礼拜。都照阮爸即摆的讲法，就是真有效。鸡仔就加较水，迄入生率嘛继续提高，因为梅将军是伊是一个真爱甲别种病做伙合作的一个菌。当然啦，保持通风，佮鸡条爱消毒，这是一定爱。过来就是有当时爱用抗生素，阮爸敢若用这阿莫西林，因为这毋是无一定，阿莫西林伊是真通用，一个真通用的抗生素，伊无一定爱对梅将军有可能有效，若鸡仔抵抗力好的话，有可能伊就袂发作。有当时像讲若风台来啦吼，还是讲较落雨落较久咧，鸡仔压着雨就开始破，就开始感冒，就开始拍骹树，鸡仔嘛拍骹树，过流鼻水。你就爱阮爸就甲用阿莫西林去甲治，你就是泡伫水内底，
食一礼拜，基本上食一礼拜就好。若佫无好，浪一礼拜，佫食一礼拜。目前我家己感觉是这样。上过来就是假生糖，假生糖分做两种啊，一种是球糖，另外一种是面糖。球糖足麻烦的，球糖伊就是球糖，鸡若球糖哦，伊就会一开始发作，你若无好食药啊，过工就死啊，佫会拖互，佫会拖落别只。所以讲球糖病若发作了，若真正爆发起来，迄鸡仔是真正是惊，逐工拢爱捡鸡仔。所以讲伊这防治球糖是阮上主要的工课啦，所以讲迄消毒一定足重要。因为球糖伊有卵嘛吼，伊的卵真加载无耐高温，阮爸用即种这火鸡去甲烘，基本上拢治会掉。所以讲球糖爆发的比例无悬。若有小可看着讲鸡仔若咧放血啊是安怎的话，对，阮会甲用迄防胺剂去甲饲哦，透伫水内底饲3工，基本上都会压落来。若无压落来，就囝仔捡走，无就不妙。过来就面糖真恐怖，面糖伊是一种假生糖，基本上鸡仔着面糖袂死，但是因为面糖伊会走入去腹肚内底，伊就是甲就是住伫大肠、住伫小肠啊吼、盲肠，还是尻川头遐，就看着迄糖伫遐扫。恐怖是一方面过来，就是伊会影响鸡仔消化，所以讲若着面糖的鸡仔受严重的话，伊就会袂大只，就会弱去。用面糖阮无就是用即种佐美素，伊这就是讲发现讲，因为着面糖就是讲鸡仔会减食。因为但是鸡仔减真侪物件，真侪被鸡仔减食，所以讲面糖真歹诊断。就是讲，敢若嘛毋是，就是讲，咱会减食了，嘛毋是球糖，嘛毋是感冒，可能就是面糖，就透看卖咧。佐美素的好处就是讲，伊的停药期真短啊，你着食3工，停3工，伊的药效都完全败掉，所以讲是还好。变做讲吼，安怎要互鸡仔食，要互减食药啊？就是讲，安怎要互鸡仔较无法度着病？一种就是我感觉这是阮爸做了上好，就是讲维持伊家己毋知，伊即马知啊啦，但是以前毋知，就是维持健康的微生物相。就是讲，因为阮兜家己有一片地啊，阮饲的鸡仔嘛无济。阮爸以前一个观念，就是完全无用农药。阮兜边仔就一边饲鸡，另外一边互就咧种物件，互厝边隔壁做因的因的农园，种趣味的，拢袂使亚农药，嘛袂使亚化肥，要用肥料，用阮兜的鸡屎。这是一方面。所以讲，阮兜啥物可能啥物菌啊，啥物虫拢有嘛，足侪蛇的。过来就是讲，因为阮饲的鸡无济哦，所以讲，有互土地、互鸡场休困的时间有够长。我感觉起来就是至少每一水差不多4个月至5个月。阮有一般拢有3水日轮，阮有4个至5个鸡场会使饲鸡啊。所以讲，至少有一个会使休差不多8个月左右。我感觉起来，伊即马看起来是感觉会使啦。但是我即马的想法是感觉讲爱佫较长一撮，互伊恢复了佫较好。但是这就是你着浪费真侪土地，就爱看，嘛无一定有每一个，嘛毋是每一个人地拢会遮看。所以讲，这其实是一个真困难，嘛真重要的一项代志。所以讲，我甲别地咧，
过来就是消毒，我感觉阮爸迄用迄火鸡去喷哦，我感觉真好耍啊，嘛真有效，但是有时嘛真危险。过来就是鸡压力环境，压力就是讲鸡啊，这都要看，因为阮就饲1000只，你甲围度互真有充足的所在，互走来走去，尤其是对鸡卵。你若迄互味的所在若无够济吼，迄鸡甲仔是无你甲你客气你饲养的空间若无够阔，鸡甲若相拍相搭，都比判袂死搁较紧。所以讲真麻烦。嘛我嘛毋知是要安怎，是毋是有别种的方式会使降低因的迄生活，迄环境压力，但是就尽量互一个有一个会使味，有充足的空间互走。过来就是清气的食食，清气的食食这较好控制。上麻烦就是鸟鼠，阮兜已经放饲料，有鸟鼠，鸟鼠真正足烦的，干那加放屎，其实无一个足好的方式通治啊，因为阮兜就伫个田边拢田。最近阮爸想着一个足好的方式，我感觉真巧，但是又小可恐怖，就是阮兜卖拄着蛇，袂甲拍嘛，袂甲掠。蛇要安怎在恁？莫一摆处理就好啊！你要伫外口安怎扫拢会使，因为蛇会食鸟鼠，非常有效。最近呢，佫有猫仔，猫仔嘛会斗尔，鸟鼠野猫。伊若莫去耍鸡仔囝，是讲莫去偷食鸡仔囝。阮都拢当作无看哦，放因活。这对迄鸟鼠的管制非常有效。鸟鼠就加少，但是有当时迄恐怖，迄饲料拖开来，这一尾蛇。过来就是讲，注意鸡只的行为，就是讲，是毋是有破病？这是上难的，这我完全无学到，就是讲要安怎看讲这只鸡啊，讲这水鸡啊，伊是毋是有病？好，像讲球虫伊就会放血，要安怎看讲伊有放血？这阮爸看会出来，因为也是讲减食了较好感觉，因为迄落饲偌济。有诶是减食水。阮爸有当时拢会伫鸡条内底度徛伫遐，爱跍伫鸡条底，跍规半点钟，跍几点钟，看讲鸡仔到底是安怎。我感觉这是做了上好嘛，我嘛真敬佩一件代志。上尾一个嘛是上重要，就是讲，若鸡仔破病诶话啊吼，尤其是当你卖鸡。阮是袂使好食药啊，因为当你卖嘛。要安怎呢？甲激去，甲掠出来，另外饲。有当时伊就会好啊。上主要的是无爱互这病毒继续拖开，继续甲痛，因为袂使用药啊嘛。这嘛甲拄仔讲吼，观察讲鸡仔的行为真重要。有的鸡仔伊就看起来好好，尤其是鸡仔前早时佫会使甲人相拍，佫拍赢，下昼就软去啊，就去互拍。这所以讲要安怎提前甲拣出来，甲激励起来，这嘛是一个功夫哦。阮爸就足厉害，这我就无啥学着。好，这4项大家感觉是安怎？过来就是讲要安怎完全饲鸡，饲到互这4项目标拢达成呢？我直接整理一下，歹势我认着，整理互大家看，就是讲换毛了后，就是12周以后，吼，有当时13周，都是要用完全用粗饲料。粗饲料要安怎用？就是讲你饲，还袂到要饲偌济，这就是看功夫啊。
上好是会使饲到20周啦，至少上好是会使饲到20周。但是因为无可能饲较久嘛，因为毋是啊，毋是无可能饲较久。你若饲愈久，鸡仔会相拍，佫会死，佫会破病。所以讲，这就是提前看提前偌济，是毋是客户会使接受？就是一定水的啦，因为你若会卖哩，安尼饲伊健康伊的轻轻就够饱，体重嘛够重，16周了后，体重就差不多定型。佫生就是拢肥吧。要安怎互鸡仔健康？我感觉好的微生物食是足重要。甲消毒无一定爱像阮爸安尼，迄高斯汤换咧去入去喷火，有别种啦吼。但是我感觉阮爸的即个方式，伊嘛真自信嘛真高傲，我嘛感觉足厉害。来提高即个育成率，因为你若因为饲较久成本一定会悬，但是你若会使互你商品的数量会使提高的话，了就基本上就会使减少损失。要安怎提高呢？除了良好的这生态甲消毒以外，疫苗我是感觉一定爱用的。若无有用疫苗的鸡，甲无用疫苗的鸡，健康的程度甲育成率差真正天甲地。过来就是爱去观察迄个鸡，若破病的时阵，佫袂使用药啊的时阵，一定爱甲隔离，因为因着隔离的鸡就使食药啊。基本上，若时机若用了有紧，用了有对，因拢回会转来，就是嘿。过来就是当你用药的时阵，爱有当时啊，因为迄有当时啊，迄鸡仔咧死足恐怖的，迄明知影你药是用对的，但是因为迄已经可能较伤慢啦，所以讲伊佫会直直死。迄要甲迄种佫继续投入迄种情绪，甲迄种冲动，甲忍落来，真正是足难。阮爸爸忍会落来，我感觉足厉害。甲停用，这就是完全靠良心。对你的消费者负责。好，上尾甲阮兜广告一下，即阮兜的鸡蛋，阮伫个埔里的市场对面有一间鸡蛋叫文杰土鸡，大家若有去埔里耍，会使去找阮母啊开讲。这阮弟弟，即马饲仔是阮弟弟哩。饲鸡嘛是阮弟弟咧看，阮妈妈会去菜市仔甲人客开讲，因为伊伫遐徛30年啊，拢伊的朋友。这是我以前我等下台湾，我来加拿大进前，大概像讲即摆是70，今仔是70，过后礼拜就中原迄种大阵，等于斗做，无法度。好，感谢大家。真多谢蔡欣吼，伊安那伊是科技人佫会当甲咱讲遮济，因为咱拢知影，咱拢会晓食鸡肉啦，但是咱拢毋知影讲这鸡吼到底是安那，伊会咩角遮济啦吼，所以真多谢。恁若有啥物问题要问伊吼，恁会使举手吼，讲有啥物问题，嘿。OK，有一个 BFW 已经米粉丸 ，OK， 米粉丸蔡教授，嘿，米粉丸，请你先问，嘿，米粉丸，你来开你的迄个麦克。好，还有听到啦吼。听到。好，因为我明仔载爱较早起来，所以我想讲，我想要较早问诶，确定会较早离开。我先介绍，拄拄一开始诶时阵吼，无机会介绍蔡欣吼。蔡欣是因为伊本着伫加拿大，为什么我会识得伊？就是因为有伫COVID-19 最严重诶时阵，身体迄当时有人改线顶上课，迄当时呢，我就伫网络顶悬招台语盘，吼阮诶台语课内底有台语盘甲学生做伙练习安尼。当时呢，蔡欣伊着拄好伊个时间，甲阮上课时间当配合，所以真热心来斗3工，着安尼结缘。尾课程结束了后呢，我
知影讲伊有若有一个读册会，就是甲一寡朋友嘛是台湾背景的朋友吼，拢做伙咧练台语的功夫，所以我嘛对因咧开讲，就安尼熟悉的吼。迄个今仔日个演讲咧，真正是真新鲜、真趣味。像大拄仔秀婉讲的，毋知影有遮济妹妹角，真正是真专业安尼。好我想要问差不多3个问题啦吼。第一就是讲，大拄仔你咧讲的过程哦，除了讲遮个，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例，就是讲，虽然讲我一开始看到你的题目，就感觉讲，这饲鸡吼，应该是一件台湾人有足普遍的代志，安尼吼。像我细汉时，我妈妈嘛有饲鸡啊，我嘛有斗养啊，所以感觉应该讲，起身感觉讲应该是一个真新鲜的物件。毋过呢，尾仔感觉哇，原来有遮济，真正是足专业的知识，吼。嘛因为讲有足济遮尔专业的知识，所以你咧讲的过程内底吼，都用到足济。有一寡事呢，可能是厝内底爸爸妈妈因着安尼咧讲诶，像大拄仔讲啥物，吉酒、酿酒，但是吉酒，个酒糟、酒粕、酒糟，个啥物麦仔角、番麦仔角、番麦角啊，番麦角，啊，都规块一块安尼互鸡仔食。伊迄是芳好诶，迄芳好一角一角安尼细块啊。对，所以讲，就是讲，我感觉即个演讲吼，伊有录起来，所以这以后真正是来做研究，真是足好诶题材。就是讲，会当从遮个，因为爸爸妈妈是做饲鸡诶专业，所以因自然就发展出遮个专业诶事。有一寡应该就是讲，恁家己想着，有一寡可能是去佫去用其他方式来诶吼。对。大拄有一句足有意思诶，就是讲你讲开条，鸡什物时阵要开条？我其实毋知讲是啥，所以意思是讲鸡会当卖啊哟，还是安怎？还是讲伊会当出去外口？因为就是对，会使卖啊，歹势。开条，开条。鸡仔条都关伫内底。鸡仔条，所以即句是恁家己讲诶，还是讲恁饲鸡仔人拢安尼咧讲？阮应该是饲鸡仔人拢安尼讲。因为阮爸爸有去参加迄产销班嘛，伊大家拢安尼讲，应该是安尼啦，无就是有可能是玻璃人安尼讲啊，别种讲法。因为迄是玻璃产销班嘛。对因为可能对你来讲，真正是足自然诶代志，所以你拢袂想着讲，可能佫需要解说还是安尼。真诶无想着。对啊，所以我感觉真正是足有趣味诶，足趣味诶，真正是足济专业诶事伫内底，创意内底。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讲，你家己咧，因为以前我伫线顶甲恁遮诶朋友拢是开讲较济，我毋知影讲，迄个是我毋知影讲你诶台语文诶素养是到啥物程度。毋过我看着今仔日你诶 PPT 顶悬有足济拢是敢若尽量拢用台语诶汉字咧写。对啊。还是这是毋知啥你调工准备诶，还是安那？毋是讲足认真，但是就是要下班诶时阵，紧就开一寡时间来查一下字用了对无。好，对啊，所以我想讲，你以后应该常常来讲，因为你还常常来讲诶时阵你可能你就会遐注重讲要用遮个台语字安尼。像我感觉我家己可能佫无法度诶，因为我诶 PPT 若讲有足济物件诶时阵，我感觉我无遐骨力会将遮个台语诶字拢甲写出来安尼。所以爱甲你饲
按爱赞吼，甲伊鼓励，对谢谢对对，吼，啊，以后爱应该甲伊拍嘛爱常常来，谱啊。谢哎呀，谢以后嘛应该常常来讲安尼，吼，好，啊，最后一个问题吼，这个问题应该有一点仔过时，啊，毋过我想要知影就是讲，我嘿其实以前敢若几冬前吼，也有迄种几冬前有迄种，咱台湾敢若有一个新的规定，讲啥物饲鸡啊，就卖嘿鸡的人袂当杀鸡，嘿，哦，啊，讲鸡就要互迄种有啥物有专业的啥物话的人才会使的，对，所以若是敢若，对啊，迄对恁来讲，敢有啥物款的影响？有啊，一开始迄应该是7年前6年前的代志。就是讲，因为迄阵主要是金流感，因为会伫来，迄就是为饲仔内底活出来嘛。迄就是讲要规定讲，干那会使去互合格诶独裁厂刣。阮即种市场诶，阮逐工刣，坐诶时阵生意好诶时阵，像讲下礼拜中原一工会使200-300只，但是生意歹诶时阵，一工共2只，没有人甲刣。讲有去甲因交涉啊，嘛玩足久诶，到尾就是讲，袂使伫菜市仔内底刣，就是你卖甲刣诶所在袂使共钱。因爱来看，就是爱去申请讲阮刣鸡诶所在，爱去甲爱去甲啥就是爱因会叫因毋知是迄镇公所还是台诶人，因有来看讲有申请有甲申请讲阮要直接刣，啊有啊佫有文件安尼，啊因有通过讲啊好，恁就会使伫厝里刣。啊，佫确定讲，阮的饲仔阮担着细细个尔，无通啊，互阮刣起，袂无通互阮淘汰安尼，啊再互阮过。我感觉别人应该嘛是安尼啦，别人嘛是安尼，就是讲因有一个另外的，就是袂使伫饲仔内底刣安尼。无以前的菜市仔足闹热嘞，迄外口你卖鸡后壁就咧剁，就咧刷货，足恐怖。好，多谢，多谢美粉丸吼伊诶问题，啊，恁其他诶人也有问题吼嘛会当举手吼。我想讲另外请龙光遐问，我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伫遮搭迄个 Costco 吼，伊拢有烘鸡肉 barbecue chicken 咧卖嘛吼，伊嘛无贵。伊一只拢差不多差不多7箍到9，还是我毋知影伫美国偌济钱。但是有一站吼，有人讲吼，遐个鸡吼，因生活诶环境其实足无好，就是讲伊互伊住足客，无定伊就是住诶环境无好，伊互伊食诶物件吼，可能嘛拢有，就是有足侪 antibiotic，有足侪抗生素。所以就讲迄种鸡肉其实是无好，佫有人讲爱 boycott，我毋知影讲你对即个讲法，你诶看法是安怎？这首先是要甲要讲因饲料内底要放抗生素，以前我毋知啦，即马可能即马是较无可能，我毋敢讲100%确定讲完全无可能，但是讲因为抗生素足贵。因恁看因讲一张鸡像讲10万只，一只至少要13箍呢。就是咱台湾啊吼，以咱台湾为例，一只鸡脚一只生鸡，就是体重2公斤以上的鸡仔，一工13箍台票，会饲料。3箍会饲料。3箍会饲料，无掺遐有诶无诶你若佫甲迄抗生素掺落，迄成本就佫较悬。你若10万只，一工就30万啊！我感觉因迄佫较大场，迄绝对毋啦，迄拢是100万起跳。所以讲，以成本的角度来看，讲食抗生素，其实有可能，无可能，
我感觉无可能放伫饲料内底，但是因啉的水吼，因啉的水，有可能就有放。啊，但是我感觉我嘛无感觉讲因会逐工拢放啊，可能就是讲一周内底有食一工安尼，互控制因体内生菌的数量，因为因这种白肉鸡7周4周就会拖去台啊，嘿，所以讲4周5周拢就会拖去台。因饲料足杂的吼，保存空间，因为因本身就无啥会叮当，所以讲会使，因就会使就饲着一个足细的空间。这我会使，这应该是事实，因为安尼较方便，因为就是讲你一个事实就是一个事实就是讲，恁互一个足大的空间。甲白肉鸡放伫遐，伊嘛袂哭哭撞，伊嘛袂走，伊嘛袂，因就跍伫遐食物件。嘿，伊嘛无爱叮当。啊，过来就是讲对因你规个流程来讲有好处，伊就是一家一家嘛，抽出来放了，因你掠鸡的时阵好掠。无若放伫外口一个空间若较大，迄要交鸡啊，迄真正足忝诶，迄鸡啊足够走诶。嘿。所以讲，因为着咱认为你商业活动的方便性，你设计，所以讲，因的空间真正足细，这件是对的。啊，这就看啦，吼，因空间细，但是是毋是因你成长的过程，因会无快乐，这无一定啊，因为本身白肉鸡就无爱叮当。你若伊这若是讲，若一只白肉鸡烂，啊边仔甲一只鸡角仔、土鸡角仔饲做伙，佫较残忍一丝。吼，安尼。像讲日本吼，伊有诶迄个牛排，迄种较好诶迄个啥物所在诶牛吼，讲爱互因听音乐，啊像这饲鸡啊，互因听音乐，敢会互因较快乐、较 happy。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吼，佫佫一个问题就是，我即摆哦对，咱即摆咧买鸡肉吼，咱遮也无叫土鸡，咱叫做走地鸡，吼，就是就是迄个 exercise，我拢讲迄是有 exercise 的鸡肉。啊，一般你真正买即种鸡肉吼 ，free run 的，会一定会比肉鸡即种较好，是无？都爱看讲伊食啥物饲料，因食的饲料无啥共。那么因若食共款的饲料，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有运动，就像你讲的，一个有运动，肉较结实，较耐炖哦。啊，一个就是香香啊、软软啊，就敢若会使煎做鸡排啊，看安怎食。嘿，啊，是毋是有较好？我感觉无一定诶，因为我感觉要你即个问题应该是讲，是毋是食落对咱人体有啥物影响吼？我感觉都爱看因食啥物饲料，较为主。啊，甲伊是毋是伊用药啊是毋是有符合规定？因每一个药啊，我咧做这 PowerPoint 的时阵，咧查资料，每一个药啊，伊的规定拢足严格。伊要出厂的时阵，因为就是讲，咱袂使乌白用药啊，拢爱有迄其实拢爱有迄兽医去开，尤其是种大型鸡啊，啊，伊是毋是有照这种规定来做？这是一般拢会啦吼，所以讲食起来就是好歹食，我感觉是好歹食的这种差别。即马吼有振兴老师举手，啊，搁有迄个李医师嘛举手，啊，咱请迄个Vancouver 的振兴老师先问问题，好无？多谢好势吼，真精彩啊！互我受了考察的代志哦，讲一直走倒来。啊，我粗浅的了解吼，听伊讲咱食鸡肉吼，迄个营养吼。迄个上适合咱人类啦吼，因为蛋白质的阮系素是真适合啦吼。
所以如果另外一个讲法就讲，咱来食牛肉吼，咱要产生的原来你讲个饲肉量吼，个肉量爱投资报酬爱加足悬的吼。是毋是讲咱有限的预算来讲有时阵，拣牛肉甲拣鸡肉吼，咱来去菜市啊，嘿，来买鸡肉来食上会好，安尼是无？嘿，一般来讲是，伫北美是，鸡肉咱伫 supermarket，咱伫迄一般超市看到的鸡肉，拢较俗嘛。对，你拄仔讲的你拄仔有讲到的，迄鸡肉对蛋白质的转化率其实是比牛肉搁较悬，无对。我虽然讲我饲鸡啊，无想要推广推广大家食鸡肉，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讲，共款饲鸡甲共款饲牛吼，伊造成的污染鸡仔加足少的，因为伊对蛋白质的转化率够悬，伊对饲料的迄需求量其实比牛加足少的，这是一方面。所以讲，伊嘛反映着伫买啊伫市场买到的成本吼的价钱。一般来讲，咱若伫超市买的迄鸡肉，是一定基本上拢比牛肉搁较俗。但是呢，因为咱即马咱像讲伫台湾吼，有迄种迄有机鸡肉，无共款的农场饲出来的鸡肉吼，迄就加足贵。是毋是会比牛肉搁较贵？这个无确定。但是我感觉就敢若以阮兜的鸡肉为例啦吼，因为像阮兜的鸡肉真正成本足悬，即马饲起来成本足悬，因为啥物物去买起来迄感觉就敢若就无比，我感觉无比牛肉搁较俗。但是就是变做讲好处就是讲，因为迄牛肉就是迄个进口的嘛吼，伊安怎饲你嘛毋知，但是这阮爸爸妈妈伊强调就是讲，伊这都是绝对安全，食落是袂有歹，你食落就是袂拍歹你的身体，就是小可较贵，安尼你若会使接受，你就来买感谢。若无通嘛有别种的选择会使互你嘛，就去超市买啊。我也莫讲迄个，莫讲吼，100公克的鸡肉，甲100公克的牛肉吼，蛋白质的转化率哦，都一个较悬。我相信是牛肉，我相信是牛肉，应该是爱牛肉，因为我无确定，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就是讲。食糖的效果是上好的，过来是牛肉，再过来是白肉，因为鸡肉算白肉，鸡肉伫蛋白质咱的转化率，来讲是红肉比白肉搁较好。多谢。多谢郑兴老师，咱即马请李医师过来请梁光兄，吼 ，OK， 李医师。听到真有感觉真趣味啦吼，佮有互我安尼一个回忆个感觉。1968年，我拄则来美国，迄阵伫台湾饲鸡还阁算足早期。迄阵阮大兄伊伫做中学的老师，伊开始饲鸡，伊对20只饲起，敢若上济饲到2万只，是7、8千只吼。伊开始的时，就叫我讲，我写回去加州的农业部，讨伊的手册brochure，看要安怎注射，要安怎饲鸡。我寄brochure转去互阮大哥。迄阵的注射针若21号就算足细支啊，即马注射针有36号，足细支的。所以以前要教阮大哥要安怎家己啊注射是真恐怖的代志，外行人要注射，即马真简单啦吼。所以有这个经验。阮大哥呢，伊对20只开始饲，伊一个当冲伫卖鸡药，满头干那因两个，伊安尼饲吼。伊安尼20只开始，我要足惊着鸡仔济啦，才有诶无诶啦吼。饲鸡，迄鸡条要哪去嘛是去共学吼。
伊就拢在路边有 truck 过的所在，迄鸡会惊着吼，迄声会惊着。啊，佮迄细只鸡仔囝，细鸡仔囝真奇怪，你若囥做伙，伊若有一只小可老伙，啊，食得一直甲动，吼，这嘛免啊避免吼，啊，真趣味代志。但是最后呢，阮大哥甲因某安尼认真啊打拼超20年，迄是50-60年的代志。以阵饲鸡还佫小型，台湾也无真大的工业，伊才开始学，拢去农会学吼。啊，结果呢，伊安尼啊拼甲安尼真忝，啊，伫满岛买2间厝，啊，就退休啊。所以伊趁了2间厝吼。所以这讲起来真趣味的代志吼。啊，我是有一个请教一个问题，伊鸡屎吼，真处理。伊隔壁的人若嫌鸡屎臭，啊，伫草地你鸡屎送因做肥，因就欢喜啊，就拢无抗议啊。啊，这个鸡毛安怎处理啦？好，迄鸡毛是敢会当，敢有啥物矿物质的价值，还是啥物做肥料的价值？请教。这真正是真专业的问题。鸡毛有2种处理的方式，一种是摕转去做饲料。啊，我拄仔讲有讲到讲鸡毛内底有一寡矿物质磷质啊，因为什么生毛伊鸡爱补充磷质，拢伫鸡毛内底。啊，若鸡仔胎完芳煞了后，一般伫大菜场，因就脱毛了后吼，就会甲收起来，因为迄淡嘛，干燥搭芳啊，甲芳凝做粉，啊变做鸡毛粉。啊，有诶，佫另外一种嘛是摕去做肥料，但是迄都爱后肥，迄嘛是收集起来了，阮兜都安尼，收起来了后，啊，阮无甲佫甲芳互散，阮就甲刷灰冲出来的血水啊，拉咧，甲拉咧，啊，挖一个大坑，我甲阮爸以前，即摆阮爸甲阮弟个2个挖一坑，啊，甲抬起来，往起来，挖一个差不多1个人悬的坑，甲抬起来。啊，因为主要是较袂臭，因为迄鸡毛若你当你发芽的时阵吼，迄乌网啊坑佫较侪，嘛是拢会臭，毋知为虾米。所以讲啊，磷质迄个硫 S 吼，因为咱鸡毛甲烧鸡毛是闻着臭味，迄是迄个硫 S 本来就会臭。啊，所以讲阮就爱用台啦。啊，就是就变做肥料，就台伫涂骹啊，佫会倒一寡北来啊啦。因为像讲北来啊，嘛是一个问题，就是讲开起来，若讲1-2只就单调，还是讲摕粪扫车来收。啊，但是阮兜迄有当时啊，像讲过一个年节，拢几若百只，规车诶。规只，因拢无参观，啊，就爱迄就甲。迄就爱，阮都嘛是用台啊，嘛是挖一个到我边悬的坑，甲车入来抬起来。啊，以后敢有价值挖出来利用？阮就甲抬，啊，就做肥料，因为希望伊会变做肥料，阮就无佫甲挖出来。啊，但是鸡屎就是阮会发鸡屎。鸡屎吼，就拄仔你有讲到讲鸡屎你若会臭。因为迄伤淡，若是甲鸡屎，若是甲一寡大料，像讲大树叶啊，还是讲土香，还是讲较大的迄鸡屎，甲拉做伙了后，因会佫发芽过，啊，都袂臭。都会一个，嘛袂使讲芳啊，就一个臭，就一个臭仔味，嘛毋知是为虾米。迄种的迄厝边隔壁就会爱。啊，就是你处理的时阵，你发的时阵吼，爱砍爱砍芳布，无会出臭的。有当时啊，多谢迄个蔡欣吼的解说吼。咱拄则迄个李律师吼，伊有讲1968年吼，伊就出国啊，伊
因安兄的饲鸡。啊，我相信迄个蔡英吼，你可能是1990年以后较生的，对无？我1986年生，迄阵啊哦，1986。 1986阮爸才8岁。OK，你1986年生 ，OK，即马迄个梁光兄，敢是拄则你有要问问题？嘿，嘿，我感觉拄仔听即个秀婉吼咧问问题，我感觉秀婉是一个真有疼心的人吼。伊毋但关心动物诶即个健康吼，伊搁咧烦恼即个饲鸡饲牛吼，啊伊伤无聊，还搁放音乐互因听吼。啊，我是讲迄个即个 Costco 咧卖迄个鸡吼。你敢若才7箍几，啊，阮遮一只吼，甲4箍99，啊，我5箍。阮7.99。啊，毋过吼，可能最近鸡肉吼，迄起价真凶吼，啊，所以阮即个阮附近离糯米台遮即间吼，就无咧卖啊啦吼。啊，我问个问题就是讲，你敢有建议讲买迄种遮俗的鸡来食啦吼？敢袂讲啊，上面无好货啊，一定是内底一定有啥物款的歹处吼，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咱拄则开始的时阵，咱就有小可咧开讲的时阵，拄仔讲着啦吼。因为我是咧讲，我知影讲咱洛杉矶附近的即个一个叫做 Riverside County 的款，啊，有一个姓钟的人，姓钟啊，姓钟吼，钟氏鸡场吼，啊，因算大量咧饲，啊。因吼最近因有发展一种迄个鸡屎的即个产品啦吼，啊，迄有机肥迄鸡屎伊是做甲足个，伊是变做干燥甲吼，安尼伊迄用啥款方法，啊，要变做互伊一粒一粒安尼，吼，人拢去甲伊离迄个超级市场咧卖，啊，一包仔细啊包仔尔吼，啊，卖甲价钱嘛卖甲诚悬吼，啊，我是听讲人咧种兰花的人啦吼，也是讲种室内的迄个花的人，吼，会用迄去买迄来用啦吼。啊，最近伫美国吼，这有机肥也是讲伫家己踮厝吼，鼓励踮家己厝啊种花园吼，啊种一寡菜色吼，改成足时行啦吼。我现在知影咧，我一个阮细汉囝吼。是伫一间公司咧上班，叫做桑地啦吼，就是礼拜日的桑地。啊，因即间公司诶特殊诶所在就是讲，你去 internet 吼，啊，你家己放你诶资库入去，啊，伊就甲你建议讲，你伫恁即个地区吼，有几个人咧用因诶产品，啊，你适合种啥物花草，啊，种啥物菜色，吼，啊，搁会当吼。会当甲你提供一寡即个有关你针对你住诶所在气候甲土壤吼，诶即种诶物件，啊，所以我感觉哦，这实在是足尔啊趣味啦吼。啊，事实上吼，即个有机肥吼，咱遮伫台湾会馆遮有较早有一个会长吼，啊，伊专门咧按台湾进口即个有机肥诶做大宗诶生意吼。所以我是感觉这是真真趣味，因为即种诶变做讲，大家会想讲哦，你种饲鸡吼，啊，就会产生一寡污染吼，啊，这要安怎处理？啊，要根本甲变做即种污染，啊，变做有价值诶物件吼。毋知你有即方面诶即种诶经验啊无？我会使甲分享互大家看。其中的一个相片，毋知有大家有看到无？有看到。这阮兜鸡屎。甲鸡屎从做一包一包。但是无像拄仔迄两光兄讲的安尼遮够做生意。阮就是阮甲发落无草了后，啊，就甲缀起来。啊，这一包是50 kg 的袋仔，50公斤的饲料袋仔，啊，甲底互甜，差不多嘛是50公斤，啊，一包卖100块台币。
因迄是一包吼，可能几磅啊尔咧，包着几磅啊，小包啊尔。嘿，你50公斤伤重，歹搬啦。像我嘿也去所以讲买，我拢买较轻的，较好搬。有啊，所以讲即摆我有发现着，一开始就是厝边隔壁来甲阮摕啦。啊，本则是讲免钱啦，啊，但是迄我送就讲，因迄是摕来种较袂损。啊，摕去种较袂损，啊，因迄是有卖钱诶，因迄就是拢批互农会，啊，就讲加减爱互阮贴过，所以阮爸则个无一包一包，啊，因就是摕因就是用毋是写吧，因就开迄拖拉，毋是开迄拖拉铁牛仔来载，啊，开迄细台铁牛仔来载，啊，所以讲无就是阮开阮的卡车较载过，阮有外送的服务，啊。即摆有甲分装甲细包，就是像阮拄仔讲的，因为50kg赶袂叮当，就是若有要来买吼，会使摕迄细，阮有迄细包的迄饲料包，差不多10公斤吧，啊会使看要你看要偌重，啊迄就免钱，嘿，啊我感觉因为就是要生产有机肥即件代志，回答恁讲遐的问题。要生产有机肥即件代，这其实是一个真专业的科学，因为咱用肥其实是除了提供养分以外，其实是要因内底的微生物，就是讲要互我甲即个肥压落了后，我要改善我即个土地，是讲即个花园仔的菜园仔的微生物的量。要互更加的平衡，还是讲更加的丰富。所以讲有机肥本身是你饲菌，啊，是毋是会使饲出好的菌，还是讲适合的菌？这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足专业的问题啊。我所以讲阮无这方面的专业。所以啊嘛，无迄个量，像讲，这就差不多是一条，这就是这是差不多。这是差不多3条鸡的肥的鸡屎量，三水的鸡啊，一水的鸡差不多会使有不20包50公斤，这超过3水啊，所以讲拄仔讲迄种生迄个因迄个家庭，因一定是有伊迄嘛是一个投资啦吼，你啊甲鸡屎砍数，啊，佮加用做，佮加塑作规粒，会使好用，袂目手，啊，佮袂臭，这基本上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技术啦。啊，是毋是适合讲所有，就是伊的内底微生物的伊的菌类的种类是毋是有适合，啊，甲是毋是有充足，这就佫是一个真专业的代志。我毋知影阮爸会安怎做。但是听起来是一个生理方面。对啊，应该你爱报恁爸，因为遮个阮逐当种花种菜，阮拢爱去买即个鸡屎肥，嘿，啊是羊屎肥。即马迄个我有看到李医师佮举手吼，啊，互李医师问啊，因为即马你要12点嘛，李医师问了，我拜托迄个梁光兄，你敢会当甲后礼拜的迄个文宣较顶啊？嘛放出来，啊！即马请李医师先问。这个家场的土质的保持真要紧，因为我有伫生盆栽，盆栽迄个盆仔内面的土质的环境嘛，上我要紧吼。啊，我一个问题就是请教，你讲50公斤的饲料。会当做出差不多20公斤的肉产品，啊，其他佫有骨，佫有毛，啊料，剩鸡屎50公斤的肥料饲料，敢有20公斤的鸡屎，所以鸡屎足宝贝啊，足宝贝。哇，哎呦，这是一个好的问题，我无算过呢，我无算过，我无去称讲，因为迄鸡屎吼，因为阮这补起来这鸡屎，毋是净重，毋是净鸡屎重，内底佫有粗糠啊，佫几啊样的粗糠，
啊，佫有阮囥的迄啥，肉，迄毋是肉友啊，算打的茶壶啊，哦，佫有囥一寡茶壶，因为遐爱发酵嘛。所以讲，阮无去统计过，阮无去统计过。啊，但是这若我算看卖咧吼，我紧紧啊算一下，就是讲，算讲一条鸡会使出20包50公斤的鸡屎，所以讲1000公斤。啊，一条鸡，阮是3块。我算一下，安尼无通，因为鸡仔自鸡仔囝，自鸡仔囝甲大鸡，因总共食偌济了，阮嘛无统计，大概有一个花偌济钱的概念伫遐，但是因总共食偌重的饲料，我无一个足正确的数字，嘿。啊，但是讲，因为鸡仔，因为阮有一项考量，就是讲鸡仔饲到16周、18周的时阵，应该是讲16周啦。饲到16周的时阵，基本上鸡甲体重都袂变，因敢若会变轻，袂阁变重，就是破病会变轻，啊，袂阁错啊。所以讲，嘿，这都真歹按。所以讲，我算饲料重会较准，但是我来去问阮爸者，问阮爸伊到底种偌济料，我就会使算。啊，再来真趣味。再来回答你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真趣味。这个鸡屎它是其实这珍贵的问题。对啊，多谢啊，梁光兄，你敢要甲咱多谢咱今仔日吼，迄个蔡英来甲咱遮精彩的演讲吼，啊，伊住伫 Nova Scotia，其实是不止遐远吼。啊，咱即摆请梁光兄来介绍后礼拜诶节目。你敢有看到我的分享？有咱后礼拜是即个